这个阿是这个。一只较后壁。哈。哇。嘿，哈。哦，你目色较好。刚刚有。有吧？呀。胡薯，这种马铃薯叫做南卷马铃薯，较好食，袂安尼受伤，就是安尼。等下，小等我者。咱即摆是要爬迄堆啊？为啥要爬这种山咯？糖糖，你倒伫遮跟我复习。哈哈。哎，他干啥？哎，你去收大档啊！哎，大家别唔吵。欢迎收看《修祥的迄一天》。